现在的国高中生都好猛，好有主见哦。娃娃 TV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我为什么会说现在的国高中生都好猛，好有主见呢？那是因为有很多国高中生在看了我的影片之后呢，都跑来私讯问我一些关于美国学校的问题，说是之后想要出国念书。其中还有一些小朋友是问我关于国高中的问题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美国国高中吧。首先，我先来介绍一下美国的学制。一般的小学呢是从1年级到5年级，中学呢是从6年级到8年级，而高中呢是从9年级到12年级。所以，如果想要到美国读高中的话呢，最好是9年级，也就是台湾的国3的时候就来会比较好。那美国的高中也一样分为公立跟私立两种。公立学校的好坏呢是取决于学区的好坏，而私立学校的好坏呢是取决于师资等等的。其实美国学校的好坏差距蛮大的，好的学校呢可能可以让你去读常春藤大学，坏的学校呢可能让你连去上个学都有生命危险。但我是觉得啦，最好的学校呢也不一定对你的孩子是最好的选择。像我们旧金山湾区这个地方有个叫 Palo Alto 的地方，那个地方的学区呢有2所很有名的高中，分别是 Gordon High 跟林书豪曾经就读的高中 Palo Alto High。怎么说呢？那边近 Stanford 大学，房子很贵，学区很好，基本上是我们湾区数一数二的学校了。但遗憾的是，那2间学校呢，几乎每年都有学生卧轨自杀，因为那边的学生他们压力超大的，他们的父母要不是医生，要不然就是律师，要不然就是工程师等等的。他们在学校也是各种的比较，所以常常就会听到那2所学校又有学生自杀了。其实我遇过一次，虽然我没有真的看到啦。那次我坐火车从旧金山要回家，坐到一半的那个火车就停在 Palo Alto 站的上一站不动了。火车广播说前面遇到一点事故，叫我们等一下。我还以为是火车抛锚还是故障怎么样的，结果差不多等了2个多小时，火车都没有要动的感觉。后来才知道我们前面那一班火车呢，它撞到了人，警察还在处理，所以他们请我们下车，然后坐接驳车到下站去。后来回家看网络新闻才知道，死者是 Palo Alto High 的学生。其实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呢，我父母呢是有想要到 Palo Alto 去买房子，让我小妹妹呢可以去读那边的高中。结果那边的房子好的呢很贵，我们买不起；买得起的呢我们又看不上。然后我妈妈又烦恼我妹那个烂成绩到那边可能会跟不上啊，压力很大，所以我们就退而求其次，选择了 Cupertino 的 Homestead High School， 也就是 Stephen Jobs 的高中。好啦，这是题外话。那学费呢？公立学校呢基本上是免费的，而私立学校呢则是依照它的好坏，学费呢是2万到6万美金不等。那最多人问的问题来了，外国人可以读公立学校吗？答案基本上是不可以的啦。美国的公立学校基本上是不招收国际学生的，理论上是只有美国公民、绿卡跟一些拥有合法美国的居住权的人才可以读的。所以外国人基本上是不能读公立学校，只能读私立学校啦。我有些朋友他们在东部那边读私立学校，他们读的都是那种贵族学校，学费超贵，师资超好的那种。听说你一进去，他就一人发1台苹果电脑给你，社团都是一些高尔夫啊、骑马之类的。不过那些好的私立学校呢，一般都不太好进，都要考试跟面试，有一些连家长都要一起面试。那私立学校不管好坏，都有一个公立学校没有的好处，那就是可以留级。这算好处吗？好啦，美国至少是加州的公立学校，它是不允许你留级的，因为第一它是免费的，第二加州缺钱，所以你到17、18岁，也就是正常高中该毕业的年纪，不管你学分有没有修完，它都不会让你继续读了。你必须要自己花钱到 Adult School 去完成你的学业。我小妹妹那个时候就是这样，她是我们台湾所谓的尼威金娜，就是比同年的要晚1年上学。我妹正常来说呢，她应该是要读10年级的，结果到美国来，那个学校管理处说呢，她这个年纪应该要读11年级，结果就让她硬跳了1个年级。本来功课就没有很好了，结果又比人家少读1年，结果她不仅很辛苦，每个暑假呢还要去 Summer School 补学分，最后还要到 Adult School 去拿课才勉强可以拿到高中毕业证。那私立学校就不一样了，因为学费都是你在缴的，所以就算你是尼维金娜，或者是你觉得跟不上想要低1年级的话呢，基本上都是可以的。那到最后毕业年纪，你的学分没有修完，它应该也是会让你继续读的啦。当然，我不是说那些要靠考试才可以进去的学校，那些孩子一定都是很优秀的，不用留级啦。实际上我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些私立学校呢，有很多中国家长呢就把孩子丢到那边去烧钱，一读就是好几年的。好了，那关于美国国高中呢，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，因为我也没有在这边读过国高中，所以我的资讯有限啦。
那请有意愿想要到美国来读国高中的小朋友或者是家长呢，可以去询问代办，他们知道的资讯一定比我多，而且还比我正确。那我在这边呢就不再多说了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按订阅、开铃铛、加分享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